因为在哪里传媒体报道来看到，台湾之前多体的数额面积加起来超过3座有3国家公园。从民国80年添置多数之后，将开始进行入林、错林相关政策。为了鼓励民间投入，民国85年政府制定奖励错林实施要点，错林20年间就2到53万的奖励金。实施到以下，山体错林加起来有4万公顷。平地也有14000公顷，目前20年的期限越多，才有可能会出现错林在过去把多数额重新种树额，变做係多态树额种小树额的情况。林务单位也开始修理，准备进行配套措施，避免因为政策的关系，电到本山拿过去把树多强。土土岩岩龟山地区也67公顷苏纳林林的建商，喺民国89年草林站批下政府，20年2亿到53万的奖励政策下营造出来的结果。啲亚地土地項總額包含推完80，總數附啲嘅亞地大約8萬條數位，比類草林站就唔會再個開發嘅。希望亞地山派地變做提供人有料的好素材。我們保住台灣的一塊淨土，尤其在龜山這邊，算是工業區蠻多開設的地方。到呢一片本台之間有好的一個來去可以散步做健行的地方。對民國85年起始，林務局就核定獎勵草林實施優點。前6年大公園發本草林站新車付郵費25萬元，第7年起始到第20年為止，1年1公頃發本草林管理費2萬元，總共係53萬元。限啲民國97年獎勵金總金額提高到60萬元。透過獎勵政策，希望增加草林面積，唔顧草林站反映更多不風采嘅時節，按當年來嘅心血都冇睇咧。10分平嘅天嘅實在嗬落水又浸水啊，浸啊又冇較曬，所以就真難做啦。所以要推廣呢個平地造林嗬，實政府也頭拿痛啊。因為受了颱風的損害以後，那政府是無償的提供苗木，讓他去補植嘛。那他還是每一年拿他的相當的經費啊。係講草林順勢，20年過後，草林站將會有一地強有優惠山拿地。唔過每一位到期獎勵辦法將會停止，社會獎勵金每公大草林站保留數位嘅意願。到時節可能會變做多態樹、中細樹嘅情形。對亞林務局係表示將會提出相關補助辦法，防止安尼嘅情形發生。那政府用一個所謂的補助的方式，所謂我們剛才講的短發期的6年的這個植樹，然後6年的植樹它可以當成香菇的用材跟枝漿用材，那這個有這樣的選擇。那現在政策還在研擬當中了。民國97年，林務局推動綠色草林計劃導入，草林面積雖然達到大約22000公頃，不過統計用時按算8年內會達到6萬公頃的目標，還係有3萬大邊的空間。政府停止倒數鼓勵民間草林，不過倒數簡單草林難，將會恢復山拿的營養，還是有更加多積極的作為，將做會的達到保育山拿、永續利用的目的。下個新聞彭金陸、王子涵綜合報道。